听这平安，咱即时要来敬拜咱的主上帝，咱用神真实来敬拜。福音静声。愿天欢喜，地快乐。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出大声。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迄时，树林内的树木，拢要伫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因为伊来啦。伊来要审判全地。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照伊的信息审判万百姓。大家来吟圣诗第99首，约旦河边约翰公明，咱起立来吟全首。约旦河边约翰公明，求主临到别群目前，打着来听这好消息，是对茫茫的往来去，大人心肝着些情气。下去，两臂归正，
主，有你春秋甲阮以后，盼阮起来免个跋倒，各用大光来照万民，也用因爱充满地面。阿拉圣家放山作为，甘愿降世来救人类。阿拉称呼也归天父，也归圣神，三位一体。阿门。咱要个别咱的信仰，以尼西亚圣经，用尼西亚圣经来个别咱的信仰。阮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一同体。万物对伊个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麦斯路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彼拉多任内为咱定世界，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个月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边，伊要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阮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通先知讲话，阮信一个圣公堂主道的教会，阮个别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阮望死人过活，来世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伫启文31篇，启文31篇，我来启，兄姐来用。迄个捌受痛苦的地，无过点伫黑暗。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天无共情，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答到永远。那甲来祈祷，阿拉上帝。我们照主的话来学了，主人民的心，主就是早起时的光，对人民来到伫阮遮，照遐坐伫黑暗中的人，阮才会更加认捌主，
甲主有亲近的关系。感谢主，你是生命的光，互阮的罪得到赦免，得到救恩。过年拄过去，阮拢有盼望，就是今年有好的开始，但是时常无定着，面对未来，内心无确定。感谢主，你有应允，你的光照阮，阮的脚步才会行到平安的路。无论行走世界的路，若是属灵的路，求主带领阮平安。新的开始，我嘛要照主的教示，伫噩梦中爱有喜乐，伫困难中爱忍耐，爱时常迫切祈祷，互阮的信心坚固，靠主来得赢。下礼拜的好会，由主带领，无受到阻挡，阮兄弟会当参加。伫时间报告的有充分的准备，参与阮的兄弟，尽心来领受，看这是一种的福事，看这是教会事工的推动，要尽力伫主的工。要坚固，无摇错，用忍耐来行，要出伫心来做，专心一意，亲像服侍主，毋是服侍人。因为知，着磨伫主的，毋是空空，对主者，阮要得到保守。感谢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要阮祈祷，主要阮祈祷，主要阮祈祷，求主阮平安。阿门。圣歌对俄勒，听永远袂煞。
咱甲来共读上帝话，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第20到28节。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到28节。既若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上使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气，也毋是对肉体的意思，也毋是对人的意思生的，就是对上帝。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可阮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到的荣光。约翰为着伊最干净，就讲：这个就是我所讲，缀尾我来的，成做我的代先，因为伊本代先我伫地。因为对伊的充满，咱拢有所受，就恩典煞接恩典。因为律法是对摩西来传，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基督才有。袂捌有人看见上帝，只有伫爸心怀中独生的囝有表明伊。第19节。约翰的干净记伫下底，犹太人对耶路撒冷找祭司甲利未人就群伊来问讲：你是治罪？迄时约翰承认无隐瞒，伊承认讲：我毋是基督。佮问伊：这是怎样？你是以利亚吗？伊讲。毋是，你是迄个先知吗？应讲毋是。就甲伊讲，你是治罪，互阮通恢复找阮的。恁着讲家己是怎样？讲，我就是在叫，伫旷野的声讲，修直主的路，亲像先知以利亚所讲的，遐个人就是法利赛人所找的。因阁问伊讲：你若毋是基督，也毋是以利亚，也毋是迄个先知，怎样行洗礼啊？约翰应伊讲：我是用水行洗礼。有徛伫恁中间的，恁毋捌伊，伊就是缀尾我来的。就透伊的话大，我也袂堪得。这事行伫约旦外的伯大尼，就是约翰行洗礼的所在。以上。现在，我心天性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吟讲，只剩我的主。现在。我心天性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吟讲，只剩我的主。牧师讲道，行洗礼约翰的干净，我毋是，我是。现在大家平安。这个题目淡薄仔趣味吼，我毋是，我是，到底毋是也是？
这在讲一个英文叫做 identity 啦，到底你是啥物人？我细汉的时阵，我记得我敢若小可有讲到这个故事。我去学校，学校老师会知影讲这个某物人因囝，某物人因囝，啥物人因囝，你是毋是出世的时阵，别人要怎样看你一个，看你这个囡仔，就讲你是像，恁老爸是像，甚至讲你顶一代，恁阿公是像，某物长老，某物人。总是有时这个身份嘛，互人压力嘛。我就有讲过，我一届考试考无介好，人就讲你毋是恁老师因囝嘛，哪会考这个成绩？这样迄个。所以你做啥物头路？你食啥物头路？你捧啥物饭碗？你无输哦。你啥物人？我看到几个议程你做这个这个甲人起厝甲人做厝。啥物人做啥物职业的？有时咱的身份会比这个头路来定义。总是咱望咱今日来想，到底咱是对倒位来？咱的身份是怎样？咱要怎样？敢要活伫别人的定义中？咱来看对洗礼约翰的见证来学习。咱做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万权能的上帝，阮感谢你，新的年头。阮要来学习你的恩典，你的话，你的行做，你也找行洗礼约翰伫阮的头前，伊怎样尽心尽意尽忠来侍奉，阮也望会当学伊的款式。愿主你陪伴阮的心，成做好的土地，柔软的土，互你的圣神栽种真理的话，伫阮的生命中来起造阮的活命。愿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咱来看圣经咱掀开约翰福音第1章第6节，其实已经讲了真明啊。只有两个约翰，一个是使徒约翰，一个是洗礼约翰。使徒约翰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但是伊写洗礼约翰的简介。尾咱也会当发现讲，其实这个使徒约翰就是行洗礼约翰的学生呢。伊是本来是对这个老师尾到第1章落尾，后礼拜可能就会看到讲，这个上帝羊羔，这个基督不是我。恁对我学习真好，但是你真正爱去明白，爱去追求，会当赦免罪的是耶稣。上帝羊羔，所以伊将伊的学生，无讲恁来伫我身边咧，将伊的门徒，推荐因去对耶稣呢，所以伊的量真大。伊这个使徒约翰怎样记咧？当然，这嘛是圣神的感动，毋是人的意思那尔。约翰福音第1章第6节怎样描写？讲有一个人。对上帝切来，感谢兄弟姊妹，你会想讲，我对阮老爸生，阮阿公生，阮祖先对倒位第几代？但是你这个身份嘛是对上帝切来，咱的活命是对上帝来。名叫约翰，伊来做见证，为光，为世界光，为主耶稣做见证。伊也家己讲，我毋是迄个光，我是为光做见证啦，对。然后咱跳到12节，就咱今日所读的。咱读福音就是福音册，就是望会当真正明白耶稣，明白上帝所赏赐咱，会当靠伊的名来得到救的这个耶稣基督。所以讲爱接纳爱信。咱就有权做上帝囝儿。这等人毋是伫血气中所生，这个血气伫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就是不是照着血统。毋是讲你是倒某物人的囝，某物人的孙，你的血统是犹太人较纯正。行洗礼约翰伊伫马太，伫路加福音。拢有安尼讲，
你唔通，恁来就文化要来洗礼，伊嘛讲话真无客气，恁其实是歹类啦，恁是独抓的类，啥物人指示恁来闪避这个上帝要临在的审判？哦，就结出悔改的这个行为，甲恁的悔改的心有符合，哦，恁的行为有表明讲恁的这个悔改是有效的。唔通靠说恁是阿伯拉罕的孙，唔通靠说阿伯拉罕是恁的祖。哦，这里叫靠说啊，阿伯拉罕是阮的祖，阮一定是上帝囝。我白讲，谁讲的？你爱家己去信靠上帝，上帝只有囝无孙。这两天这礼拜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贾伟牧师牧师娘安孝主怀杨琼英牧师娘，因的信仰确实留予咱真侪宝贝资产，但是无一个囝，无一个孙，将来去到上帝遐见上帝，讲上帝啊，因为阮爸是社委呢，阮阿公是社委，阮阿祖是社委，所以你一定要互我入天国，无这种道理吼。所以伫遮讲，毋是因为人的血统遗传，拢毋是这个，你要靠家己去接纳伊，信靠伊。当然，这个接纳伊、信靠伊，迄是愈来愈加深的一个过程。我最近在听大卫包森伊在讲这个约翰福音，伊讲到一个重点，嘛是新约规个新约最大的重点，就是到底什么是信。圣经的希腊文讲到信，就是继续相信，你就继续得救；继续相信，你就继续得永生。你唔通常常在靠说讲，我10年前就信的。伊讲10年前的信救10年前的你。你现在如果背弃你放下你的信仰，背弃你的主，你唔通讲我20年前就相信的。所以伊的信唔能爱威胁，甚至会当愈来愈加强。到底什么是信？是讲你信得过主吗？你信得过伊吗？你愿意将你的生命完全交予伊吗？我很简单的咧，这嘛是这个大卫包森讲，你信任我无？你信任我，可能你信任我讲解圣经是正确，袂黑白讲。但是你信会过我这个人无？如果要证明你信会过我，将你的财产摕出来，我替你保管。你若是有100万，你100万拢转予我，我会甲你保证，我会甲你好好保管。袂胖去，甚至佫会增加。你要相信无？来，那是会相信。你就摕我，结果现场伊问所有人愿意的野手，无几个野手，所以代表这个信不过是讲，有的是相信，这个信不过是表面上的认知，讲相信这个人有存在，相信这个人是做牧师，相信伊有读过神学，这是表面上的相信。咱嘛相信有耶稣啊，魔鬼嘛信啊，甚至魔鬼佫相信有上帝，佫知影有上帝，比咱佫较相信。但是伊无信靠，无顺从伊的命令去行。所以咱唔通讲，我知影有上帝啊，我相信有耶稣，但是耶稣讲的话，咱无去做，无甲伊信，无甲伊听。台语有时真有意思，讲无得甲你信道啦。信是信，上帝话嘴伫咧讲，但是咱就无迄个心在甲伊谦卑来顺服来领受。所以既然咱信主，咱就要愈来愈坚定，愈来愈深入。不只是财产，主我信得过你，我所有拢是你所想事的，我连我的命拢会当交予你，我的未来人生拢会当交伫你的手。这才是信。而且信爱有那个书讲遐尼济啊，爱有行动来配合，证明你的信，遵行伊的命令，行伊的旨意。这就是主耶稣伫尾也要讲的，讲遵守迄个找我来的命令，
这就是耶稣的生命的见证。我有物件通食是你唔知影，我就是遵行父上帝旨意。这是约翰福音今日咱所要讲的第一个重点。咱是对上帝所来，你唔通互你世间的这个头衔啊，你什么理事、什么甚至董事长、头家，什么主委、什么部长，这拢是会过去的。这嘛无法度定义你这个人。你要想上帝怎样看待我？我有遵行行伊的旨意无？这是第一个，咱是对上帝生的。第二个，咱拢进入到这个恩典的约内底。像咱看14节到16节，道成肉体徛伫伫咱中间，有恩典真理满满，万目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到荣光。所以约翰为着主耶稣最干净。这个就是我所讲，底尾我来讲说我的大生，因为伊本大生我伫地，原起头创造世界，未有世界，未有时间，未有空间的时阵，就已经有伊，所以当然是伫咱所有人的大生。但是呢，我要为伊铺路，伊要伫我后壁，我连为伊头为大都袂堪得。然后16节。这个转来到这个作者就是洗礼约翰不是使徒约翰，咱唔通混淆。这使徒约翰讲，因为对伊的充满，咱拢有所受，就恩典续接恩典。中文和本的翻译叫做恩上加恩咱常常祈祷爱用这句咱就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但伊的翻译是恩典续接恩典。伫希腊文的原文，迄个续接是取代的意思 ，replace。旧约有旧约恩典，新约有新约的恩典。新的恩典已经临到啊，新的恩典已经要来成就啊。因为旧约的律法的代表人是啥物？是摩西。总是。连摩西都犯罪，传律法的摩西，伊家己是毋是有犯罪？有，万法得罪上帝。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律法只是互人知影罪，无法度互人变做圣。亲像一面镜，互人知影家己的面垃圾，但是这面镜敢有法度互你的面变做清气？无法度。这面镜照出你这个人生做怎样，无法度改变你这个人。要互你的面洗好清气，你就要用水、用纱文，用这个洗面皂。所以，耶稣的约翰讲：听上帝，我用水甲恁行洗礼，但是底尾我来的，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就是在讲，旧的约只不过是互咱知影罪；新的约，耶稣的保惠甲圣神会清起咱，真正带来生命的改变甲正常。耶稣就讲，过去恁是律法的约，叫做旧约；即马新约是啥物？咱大概守圣餐的时阵，耶稣摕杯讲，这个杯就是啥物？啥物？这个杯就是新约嘛，伫我的血所设立的嘛。伊若行安尼，就纪念我，是毋是安尼？这个杯就是新约。新的约毋是靠你行好，是靠耶稣替你成就。主耶稣也讲，我来毋是要废除律法所以即摆有耶稣的保惠，无问题。套动咱尽量来犯罪，毋是。是上帝赏赐这个保惠，互咱真成，佮用圣神保惠师引带咱的生命，一礼拜一礼拜，一天一天在改变，一点一滴，你的生命在行往真成的道路。所以最后所讲，我来毋是要废除律法，讲这律法拢无需要遵守啊，毋是，我来是要成全，互恁恩上加恩。恩典续接恩典，用新约恩典，互恁有气力
完成律法的要求，就是听上帝，无去开人。咱后次有机会再来看《路加福音》第3章，约翰伫遐就有讲，唔通欺负人，遐兵要来洗礼，讲唔是讲好欢迎来洗，唔是啊，讲恁唔通亏待人。《路加福音》第3章，然后咧，遐抽象的来讲，来洗哦，唔是你唔通加体，唔通贪心，唔通加收，然后咧有2领3个爱分互迄无衫通穿的。所以这是约翰洗礼，约翰伊所行的这个洗礼是清气的礼。亲像旧约伫以利沙的时阵，一个将军叫做乃曼，也伫约旦河洗7届，伊的太哥病就洗清气。亲像安尼洗清气，咱的病痛，咱的这个洁净的力啊，也是讲外邦人要入犹太教，因爱通过这个洗礼。但是约翰也讲了真明，这个洗礼袂能救你。我是为着要来耶稣基督上帝羊羔的备办，伊才要来成全这个律法所有的要求。所以咱来知影，律法对摩西来，但是恩典甲真理只有伫基督耶稣的内面。这是第2个重点，咱活伫新约的内底，你要知影新约甲旧约的差别伫倒位。毋是讲旧约就单调，上帝讲我的话一笔一画拢袂废掉，天地会废无，我的话袂废无。只不过是旧约的时阵，犹太人失败到一个程度，就是伫约翰第1章嘛有讲到，失败到一个程度，因本来领受一个呼召，是要压制这个君王的，上帝所找来救世主，但是呢，刚来到这个世间无接纳伊，上帝来到伊家己的所在，最后耶稣就死伫这个人的手头，死伫祭司头，死伫长老的手头。这就是犹太人因无特别伫这个宗教领袖内底，因无活出家己的呼召，佮掠做家己真伫上帝面前是真尽忠真义，替上帝除掉这个异端，结果无法甲讲家己才是异端。所以这是咱第2个重点。第3，约翰到底是什么人？约翰就是以利亚，对倒位来证明？所以咱爱对圣经有熟，咱对圣经有熟，咱才会当看见这个背后的意义。旧约圣经最后一本册《马拉基书》，咱来显旧约最后一面159面，旧约的最后一页，旧约的最后一本册《马拉基》最后一卷书。最后1章，第4章，最后2节，第5节、第6节，了后上帝就无讲话啊，叫偌久咧？400年。有时耶稣真正是上帝独生囝，表明上帝的心讲，因为我的百姓已经心互迄个油包起来，不是紧包纹，是油包心。目睭顾着喇叭，耳孔嘛听袂见，所以搁较讲嘛是无较纸，到遮冻定，莫搁讲啊！最近嘛有同学甲我讲一句话，我心有戚，讲有一些话不是不想讲，是讲嘛无效，安尼互人真失望，真挫折，讲嘛无效。所以上帝过去拢有，咱拄则告白讲，圣神，阮圣一个圣神，伫过去捌托先知讲话，托先知讲话啊，讲也毋听，听也毋做，所以讲好，安尼就无话互恁啊。400年无话，直到行洗礼约翰的日子。咱做伙来读，预备来看耶和华大搁通行的日，未到的大声，
我要找先知以利亚到恁遐，伊要互做老爸的心活转伊的囝，做囝的心活转伊的老爸，免得我来救助即个。我上大的悲哀就是安那，老爸毋认囝，也是囝毋认老爸。迄毋是足大的悲哀嘛？这老爸栽培一个囝，最后这个饼讲有这老爸无这个无差，我要过我家己的日子。啊，人毋是安尼吗？天父上帝创造咱喙佫会敬拜，讲啊，但是上帝吩咐的事，咱无得家信，无得家听。等于讲无认这个上帝。所以伊在讲的毋是只有讲家庭，伊在讲人爱超找天父上帝。天父上帝心也会通过耶稣，也是这个行洗的约翰吼。若无耶稣替咱死，咱会罪互上帝离开咱。因为耶稣为咱死，为咱救我，上帝看这个恩典，称作伊就是咱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伊搁再用伊的听，无失败的听。无改变的听来听咱，所以耶稣就是在做这个人甲上帝和好的工作，咱也会当望咱的家庭是安尼。所以以利亚是虾米人？旧约的代表足侪，但是若是要为这个先知内底拣一个，拄则讲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就是先知的代表。他大战巴力先知几个？400、800、850，还有无？1000？恁家己去看，400、850，火对天降落来，显一个真大的信念。我阁甲恁考试好啊，伊总共几届叫火对天降落地？无人知。除了这届以后，阁有2届。伊叫天降火就降火，叫天关起来3年6个月无落雨就无落雨，然后伊阁祈祷7届雨就落来，降火阁降雨，到尾啊，伊是安那呢？坐啥物上天？毋是火车、战车。所以咱有时看了无详细。你看《列王纪下》第2章，伊怎样上天？是坐迄个光雷啊风，上帝用旋风甲伊带去。但是伫地面上迄个在画的是伊的徒弟啊，叫做以利沙，伊喙画讲以色列的火车，以色列的战车、战马、火车，所以伊是形容伊好亲像是安尼，毋是讲伊坐火车上天啦。规本的旧约只有2个人无死。未尝死位，毋是正常的死，是上帝直接带去的。第一个伫创世纪叫做以诺，第2个就是以利亚，无其他的。摩西嘛是死，正常的死，目睭无花，身体无衰烂，饱食饱利，上帝亲自甲伊带，甲伊主持众生。只有以利亚，真特别。伊行的心念拢对天来。所以，当耶稣在行新列的时阵，竟然有足白目的人甲耶稣讲：无你显一个对天顶的新列，阮就甲你信啊！伊在掠耶稣在批评以利亚，讲你叫火对天落来啊！耶稣若是真正叫火对天落来，这人就知死啊！第2届、第3届，有原记载伫列王记。就是一个王，伊破病要死啊！但是伊叫人去安那，竟然无去问耶和华的先知，无去问以利亚，甲伊无好，伊去问偶像的神。结果伊所找人在出去的时阵就安那，以利亚上帝甲伊讲，你去甲伊，这叫做安那，甲伊扎落来，这叫做甲因断啦，去堵他们，甲因讲，转去啊！
阮就还未去就转去啊。你讲，甲恁的王讲，上帝都是我，伊无讲我是啥物人，我甲恁讲，甲恁的王讲，你稳死袂活。因为你掠做以色列中间无上帝嘛，爱去别位去问你即个病会好袂好？我讲你伫眠床顶永远袂落来啊，因就转去。转去了后，王就讲：哪会遮紧就转来？伊就讲拄着一个人，伊讲是上帝差来。伊讲即个包准是以比斯的迄个以利亚。为什么？因为伊腰下披带，身躯穿即个骆驼毛的衫，就是以利亚甲即个行色的约翰的打扮一模一样。即个王就讲好，竟然敢安尼甲我救惨，伊阁找50个人，找一个50夫长去伊住的所在，讲恁落来，我的王有话要甲你讲，因为伊无法度落眠床，爱甲伊请到王宫，可能要拜托以利亚甲伊祈祷，看伊的病会好袂？结果伊安那甲伊讲神人啊，请你下来，我们有话跟你说，王有话跟你说，跟我们回去一下。这个以利亚甲伊回答我若是神人愿上帝对用火对天降落，烧着这个50夫长甲你的人，真正火对天降。王唔死心，阁叫第二届，阁去同款的对话。你若是我若是神人，愿火降落，我阁小事。第3届去，这个夫长50夫长，伊就跪落来，讲神人，愿我和这50个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掠最宝贵。唔通阁叫火，因为因足为难，因无来，王就互因死嘛。因来，互火烧死。若是你要选倒一个，因就来，求这个以利亚，这是总共3届的新约。尾坐这个光雷风去，这就是旧约以利亚是安那这么受尊重。然后伊的学生以利沙。以利亚行神迹8到11个，以利沙讲感动你的心，加倍感动我。上帝真正赏赐伊，至少伫这个神迹的数目是双倍啦然后呢，到伫新约，行洗的约翰，耶稣怎样来称呼伊？咱做伙来看圣经马太福音17章。咱如果对圣经无熟有时会找无讲，行洗的约翰应该是伫耶稣的头前啊，那会伫马太福音17章，阁有讲到这个行洗的约翰，而且耶稣阁亲嘴，为他证明呐，讲这个台湾要证明这个以利亚是亲嘴，耶稣甲伊证实讲，这个人就是以利亚。好，咱来看马太福音17章第10节，我来读，咱来看到伊学生就问讲，安尼经学士讲，以利亚着先来是怎样啦？以利亚爱来，这个救世主基督才会来啊！耶稣就甲伊回答讲，以利亚已经来啊，以利亚可能来啦，但是呢，真侪人唔捌伊啊，嘛照因所爱款待伊，最后。洗礼约翰死伫希律王，甲伊的某希罗底，甲伊这个查某囝跳舞，死伫这个生日 party 顶悬，所以13节，学生才会晓得伊所甲因讲的是指着行洗礼约翰，所以学生到迄个时阵才明白。但是有智慧人应该咱拢看有，就是行洗礼约翰伊的打扮一样，伊有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的这个名就是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以利亚这个名的意思。然后呢，因所做的代志嘛同款，就是互人的心活转向上帝。过去人的心拜偶像、拜巴力，直到看到火对天降临。因才讲耶和华是上帝，
然后把这巴力的身体拢抓起来，消袂掉，然后真侪以色列人对安尼来回转向上帝。以色列约翰嘛是安尼，伫约旦河边忠心来宣讲上帝的话，互人的心活转向上帝。今日最后一个要分享的，叫做三不一没有，咱来学习。洗礼约翰哪三不哪没有？第一个，伊无我靠神了。旧约以利亚行足侪神了，互人来信。但是你看见洗礼约翰无行半个神了，伊只是忠心来陪伴道路，众人拢愿意来听，愿意来悔改，受伊的洗礼。犹太人、外邦人来领受这个心灵悔改的洗礼。所以你有这个迷失无？那一定要行神了，才会当证明什么？当法利赛人甲耶稣讲，无你行一个天顶的神了，阮就甲你信。耶稣嘛甲伊拒绝，讲无神了，互恁看，除了约拿的神了，就是耶稣死3天搁活的神了。所以咱来学习陪伴咱的心，互基督住伫咱内底。唔通去迷信，还是讲迷失，一定爱有神的技术。有神的技术真好啊！上帝出手医治你的病真好啊！但是若是无咧，你考验你的信心的是，你是毋是爱有完信可？第二，不惧怕权势啦。拄则讲，希律王甲伊的某犯罪的事，这个无正确的婚姻，伊就敢讲。伊也毋惊得罪人，人来洗礼，伊无甲伊高正，佫甲伊骂，话讲了真咸，恁这毒蛇的类，恁是应该爱受审判的，真无客气。昨即个老牧师为人真心想，伊嘛是安尼，较无客气。就是先低拢是安尼啦，大炮是自走炮，还会走路的大炮。所以有时会变着，总是我想嘛是真好。当然，我毋是讲牧师伊讲的100%绝对拢正确，总是有真正是确实真济，互咱逐日来思考、来想、来改变。所以毋通只有用嘴在信，嘛毋通用嘴在悔改，爱用行动来证明。咱如果看到一款无好的事，咱敢讲吧？这叫做不畏惧，不畏惧人的情面呐。不畏惧人。第三叫做不拘泥。这人来质询哦，讲你是毋是以利亚啊？你是毋是迄个基督啊？还是倒一个先知啊？你读什么学校啊？你有受先知的训练无？你凭什么讲说咧？这是我的翻译。对无？这人就无客气啊！伊就讲，伊是就是，毋是就毋是。所以伊讲，伊清楚。要紧的就是讲，你到底什么人？你无需要别人甲你讲。你是某咪会长、某咪队长，这是对上帝来的权。你若是有认同，你若是有，亲像约翰第60节讲，有一人对上帝来，也是讲12节，上帝就赏赐因有特权、有权柄，做上帝囝儿。你已经是上帝囝，你对上帝来。你无需要去听人的声音，人的声音有时嘛是一种的提醒，但是你唔免过头听，因为人过头听，你得做这个也不对，做那个也不对，你就无法度做你家己，也是做上帝爱你做的事。所以咱学习约翰，唔是干那靠信仰，忠心传上帝的话，明捌上帝的话。陪伴咱的心，基督住伫内面，这就是永生，无惊权势。第三，无看人的这个精明啦。体制在甲伊讲，你凭什么洗礼？伊清楚有对上帝来的权柄，伊知影伊家己的使命，无需要别人来甲伊讲，你是什么人。
所以你有这个迷失无？你会讲我一定要有一个头衔，你有这个迷失无？我做什么位？较要紧，转来到咱的本心，咱的一生念伊就过。昨这个老牧师讲咱55叫做什么？预老、预备老；65叫做什么？初老啊，等开始老啊。75咧，拢有做写笔记，等得老啦，已经得老啊。85咧，老到有老啊。95咧。伊讲95就吊伫壁啦，互人欣赏。95伫壁欣赏，这就是事实嘛，好，要过来105，昨迄个这里杨琼英牧师娘、贾伟牧师娘102岁，可能有加1岁啦，至少100到101安尼啦。食到100岁，将来嘛是爱去见上帝，所以咱就是离上帝愈来愈近嘛。耶稣甲你讲，你离上帝国不远的，确实没错，你离上帝愈来愈近啊。因为你的岁数会愈来愈减少，你袂讲我即马今年50，明年变49，后年变40，无可能嘛。你一定是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但是你伫咧增加的路中，你有继续的完成上帝托付你的使命无？你有逐工拢认真的敲找上帝旨意无？这就是祈祷的本质。我所听到，昨在讲祈祷。你有在敲找上帝旨意，你就会晓祈祷；你若无在敲找上帝旨意，你就凊彩祈祷，为家己祈祷，有时得罪上帝祈祷。求主帮助咱。最后这个没有就是伊无偷摕上帝荣耀，伊无假做家己是基督，甚至伊嘛讲：我是毋是以利亚？袂要紧，上帝来认定。我只有忠心来执行我的使命，就是什么？就是伫旷野有声在叫讲，我敢若知影这句就是我的调命。兄弟，你有你的调命无？伊就是掠条这句讲，有旷野，我就是迄个声，甚至我毋免迄个名，我就是迄个声在讲伫旷野在备办耶和华上帝的道路。这个山谷拢要。安那天互伊甜啦，然后咧山头骨互伊加，骨互伊加，互伊悬咧，甲伊骨掉。行伫路诶，有空，迄路草无好，有空爱安那天互伊平，互伊甜。然后咧弯巧弯滑诶道路要改互伊直，坎坷诶要。修互伊平，你的心爱备办好，互主有一条路通行入来到你的心中，进入到你的生命，也毋望你会当，咱会当成做这个互人的生命，本来有弯巧变做修平，本来耶稣无路通入来，咱愿意备办一个所在，互这个至大的人客有所在通踮。这就是向洗礼约翰的见证。伊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我为伊口未大，也未看见。伊要兴旺，我要安那？他必兴旺，我必怎样？我必衰微啊！主要兴旺，我要衰微。所以一个谦卑服侍的人，伊甲荣光完全归乎上帝。到落尾，耶稣就讲：这是伊一样，而且伊对伊有真悬的评价，评价啦，甲伊评做。我甲恁讲，你讲伊是先知嘛？我甲恁讲，你在问讲行洗礼约翰，伊讲妇人人所生无一个大过约翰，甲伊高举到真大的地位。妇人人所生无人大过约翰。总是伫天国上世比伊较大，伊是安尼来形容。所以洗礼约翰用安尼来做伊的服侍甲干净，毋望咱也对这个中间有学习。无晚课，无过头惊，嘛无看这个体制，也是人的真理。过头伫上帝互你的呼召，上帝互你的呼召，你爱忠心甲伊活出来。
归因讲互上帝，咱的人生就得到满足，而且是对主亲自来的赏赐。这是去年我用过一张图，咱搁看一下。讲这个身份是上帝所予你的，无人会当摕去，无人会当摕去。无论你考试考偌济，你什么学校毕业，只要你认真地敲找上帝，互你生命的呼召甲意义，咱将来离上帝愈来愈近是袂要紧的，是期待，是有把握。咱有完成上帝召命，咱欢喜见主，要亲自亲像约翰对主的嘴中讲出咱的报赏，伊对咱的这个评价好过尽忠的罗卜。咱做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阮约翰的见证，伊怎样伫约旦河边来行洗礼，引带人来就近你，互做囝儿的心活转老爸，也互老爸老母的心活转囝儿。求主你帮助阮学习洗礼约翰，忠心到底，一生勇敢来活出上帝你对阮的呼召。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来吟圣诗120首，叫主出声叫我起立来吟全首。叫主出声叫我，传扬的人君我，大家好大英情，依靠救主面前，我可主问天，最我的下面，我好奇较欢喜，只可救主名里，你心充满了路，亲像大石坚固。那我可主耶稣，伊里面开我路，我可主稳定，最我的下面，我大好奇较欢喜，只可救主名义，伊那心事误会，所惊所做犯罪，只可救主无悔，为洗洗咱的罪。我可主恩典，最我的下面，我大好奇较欢喜，是可救主名义，对是个我的事，成道当像成事，欢喜这声来贺，乐主大功德，我可主恩典，最我的下面，我大好奇较欢喜，是可救主名义，阿门。请坐，奉献、主献地邀请执事、地属心执事。
天顶阿爸爸，阮感谢你，祝你搁一遍，因带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主你的宝座前，向你来祈祷。祝你收拾阮的活命，这个天地废无，总是你的话久久长长伫阮的心内。有这个帮助阮真做一个用性命彼此互相影响性命的人。主啊，阮这点也献上阮的感谢。淡薄的金钱，求你圣化，成做圣工的路用。阮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坐。来报告，咱看第三面今仔的金句，袂捌有人看见上帝，只有伫爸心怀中独生的囝有表明伊约翰福音1章18节。来，袂捌有人看见上帝。只有伫爸心怀中独生的囝有表明伊，约翰福音1章18节。袂捌有人看见上帝，只有伫爸心怀中独生的囝有表明伊，约翰福音1章18节。这礼拜侍奉的这同工，请家己得哩。咱看第4面。小的公告，第一，定伫2月20，就是后礼拜上午礼拜中召开定期会员好会，议案接纳2021年收支决算案，要听财务查校员因的报告。第二，接纳2022年收支预算案。第三，接纳2021年经常会结存转拨案，转拨100万到建筑基金。第四，推选2022年财务查校员2名。咱会员名单伫下面遮，请家己看。若有出入的，请往小会书记黄定和长老反映。袂当出席的，请爱请假。咱逐位兄弟爱看重即个咱的好会，甲真做是一个服侍一部分。咱看第6面。第6面的教会的消息，第一，2月20就是后礼拜12点半伫3楼召开2月份的定期中执会。第二，配合政府的这个防疫管理政策，所有的服侍同工，包括主日的老师。爱提供疫苗的黄卡的影印本交予干事。这是照咱政府的 CDC 因真早就过年前就规定啊吼，尤其伫宗教的机构，就是包括教会内底遮的同工一定爱有这个黄卡，安尼才会通进入咱。这个教会。第3点，110年第1学期的奖学金的申请到3月7日这个止。咱的干事摕申请表，外村的咧就读的学生，爱有迄个出席。伫遐聚会、教会聚会证明。第4点，
今仔日要举行2月份的庆生吼，2月份有30名啦，30名的即个兄弟吼，伊的庆生名单：徐碧珠、罗文轩、王维安、刘良友、蔡金爷、罗必平、罗义军、罗金池、罗芳兴、吴慧茹、陈宣辉、陈奕乐、黄玉松、陈嘉胜、何月贵、罗基嘉、郑伟银、张建娜、詹秀芳、林淑慧、曾武和、刘良佐、郭杰雄、黄明美、张延英、陈洁仪、郑丽华、李友玲、陈张芬仪、苏丹淑华以上，加赠送面线1份，祝寿车生日快乐。团结消息，今仔日11:40吼，青少年团契有聚会伫5楼，社青团契甲妇女团契伫后礼拜日有聚会。此外，读经3月初3新课程永生神的囝，兄弟团契伫3月初5，为3月开始吼，3月初5就是拜六的暗时8点，伫教会1楼有聚会啦。即马遮个聚会特别吼，为有是查经的聚会，主题就是做伙来读圣经，开始要查经，为马可福音开始查。欢迎兄弟吼，即个兄弟团契客友爱参加。关爱协会的消息，请家己看。台岛的呢，等下牧师要带咱祈祷。伫后面遐有奉献的报告吼，请咱家己注意。以上。咱今日敢有头一届来新朋友，也是伫线顶做伙礼拜，愿主赐福恁。咱来看即个庆生，咱真欢喜，咱2月份会当做伙来庆生。咱请遮个寿星徛起来，咱来敬送面线，咱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永远快乐，祝你祝你生日快乐。后壁阁有吉祥兄吼，还袂摕到。袂要紧，还袂摕到先请坐袂要紧吼，咱等者请即个慈惠庆生组来摕吼，所以就一个吉祥兄无摕到。咱来看大岛为着平荣在做月内求主赐福虽然是伫疫情期间无法度去探望但是这嘛是真好，就是完全无受交叉伫遐来做月内淑玲姐今日是欢喜看到淑玲姐伊愿意甲咱做伙来礼拜总是求主赏赐伊、眷顾伊，互伊食好、困好，安尼身体较会用起来。为国英妈妈即顶礼拜安息，求主安慰即个家庭享受永生的愿望。为吴妈妈，吴妈妈也是介认真昨嘛来参加灵修会全程来参与伊的身躯伫过年前后无真好势，咱即马愈来愈好，愿主继续眷顾。为台湾的疫情，因为年节过后，咱的移动就较减少，跨县市的移动，希望即个本土的病例数会当稳定控制降落来。
也请咱为家己祈祷，学习洗礼约翰的心，归荣光给上帝，好好啊活出家己的呼召，一生尽忠完成上帝的使命。咱做徛起来，来做同心来祈祷。主，我感谢你，你对创造的大生就伫地。你是上帝生的上帝，真神出的真神。主啊，你是世界的光，永远不悔。主啊，总是你拍开阮的心门，阮的心常常甲你连结。回头无看世界，主啊，阮回头无看家己，主啊，互阮回转来到天父上帝面前。主啊，我要来学了你的圣名，来荣光你宝贝的圣名。主啊，互阮信无你的话，听惜宝贝你的真理，就要赏赐互阮活命，也互阮学习无过头伫众人的抱仔声，也是掌声。互阮独独看主耶稣，你怎样看阮？阮独独要得到对你来的肯定、学乐、甲报赏。主啊，阮一生尽忠来跑走，生命的路站到得到见主你面的时，主，阮也特别为着社会牧师、牧师娘因的家族失去亲人来祈祷。你眷顾因，也互社会牧师、牧师娘安放伫玻璃实力园，阮独行做会友，也安放伫遐。主啊，阮拢知影，你眷顾阮，享受平安，一生的稳定，一生的年日，拢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帮助阮，享受智慧的心，互阮知影数算家己的日子，来得到智慧。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将这个艰苦病痛、心灵软弱，仰望伫主你的手，你来享受因溃烂医治活命。愿咱的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彼此来请安，来行平安礼。愿主的听，甲咱三甲弟弟，伫阮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兄弟的身上，阿门。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甲唱一解来，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咱要来吟上人的圣诗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丰盛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